是上新的画面来关心，今日规台湾拢寒死死，天气寒甲的严重。宜兰太平山庄半暝温度落到零下2度，真侪民众赶紧来到山顶，想要来欣赏落雪景致煞耽误，因为空气是干冷，敢若有结霜的情形尔。详细情形交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。道仪。 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，今天大家起床有没有冷到发抖啊？没有错，受到这个寒流的影响，台湾本岛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，各地区几乎都在10度以下，真的是变成所谓的冰番薯。但也是因为低温的关系，凌晨在宜兰的太平山庄大约只有零下2度，但是因为天气较为干冷，空气的湿度不足，所以并没有下雪，只有出现结霜的情形。有民众原本是要上山来赏雪的，现在呢是有一点小失望。来听到稍早民众的访问。昨天晚上住这边，然后其实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们蛮期待看到雪，然后上来，因为温度很低，然后合欢山都下雪，所以也期待太平山可以下雪。可是结果没有看到雪，但是我觉得太平山的风景真的很不错，而且其实晚上结霜的感觉也还蛮漂亮的。虽然没有看到下雪，但其实在太平山庄的园区里面，部分的木头平台都出现美丽的结霜情形，加上日出的云海美景，景色还是相当的漂亮。天气冷飕飕，虽然白天太阳探出头，但是气温还是偏低，民众出门也要记得穿上保暖的衣物。以上是为您掌握到最新情形。